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老友，今日嚟講一個好沉重、好黑暗嘅話題：泛民全線收黨。2020年嗰場民主派初選，號稱三謀家，本來想喺立法會攞過半數，結果變成一場大屠殺，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，成班人坐監坐到天光。今日我哋唔係嚟悼念，我哋係嚟做歷史屍檢，解剖呢場鬧劇入面最冷血、最荒謬、最能憎嘅幾個角色。呢場戲嘅總設計師，第一位就係沈玉虛嘅，佢被好多人叫做冷血嘅赤服者。第一部分，沈玉虛嘅冷血嘅赤服者。沈玉虛係國際關係學者。當年有份構思三謀九之藍圖，組織過三謀九之家良會，拉人三選功能組別同直選。佢用所謂大數據、國際線嘅幻象，為一班抗爭者同初選參選人畫咗一幅美麗藍圖，攞到三謀九試上就可以否決預算案，逼政府低頭。聽落好有希望啊，對唔對？但呢個藍圖本質上係引蛇出洞，最有鬥志、最敢衝嘅泛民同本土派就咁樣暴露喺政權窗口下面，結果團滅。初選日搞，國安法日出，成班人被捕，法庭審到而家，好多人認罪，好多人重判。沈玉虛最惡嘅地方唔係佢推動初選，而係事變後嘅精巧脫身。當棋局崩盤，佢優雅嘅攜帶住重要數據撤退，去咗台灣，喺國立中山大學當副教授，辭咗香港所有職務，繼續過佢嘅學者生活，留低區諾軒等人喺法庭倒戈，破壞初選嘅信念正當性。區諾軒喺庭上作供，就提到沈玉飛早喺2020年3月搞交流會，討論點樣攞過半數。林景蘭都話受沈玉飛邀請參選功能組別，呢啲證供證明沈玉飛係幕後軍師之一，但佢自己呢，民鳳急頓，曉聲厲身，呢種智商上嘅傲慢，將香港族群嘅命運當成演算冇慶，收過嘅係智力溢價，付出代價嘅係坐監嘅人同失在自由嘅香港。聽眾，你有冇諗過？如果係真正嘅領袖，應該同大家一齊承擔後果。但沈淑顧選擇咗最安全、最優雅嘅脫出方式，呢個係冷血赤服者嘅真面目。呢個酒店轉低沉。第二部分，蕭若元荒謬嘅名著派神耀者同沈雪虛互為表裏嘅就係蕭若元。沈雪虛提供數據同藍圖，蕭若元就負責提供希望嘅幻覺。佢喺節目入面經常預測呢樣預測嗰樣，被網民封為燈神，因為佢嘅預言10次有9次係相反嘅結果。2014年開始，蕭若元嘅燈神預言就出名，佢預測嘅事經常變成反向指標。喺初選親後，佢又係情緒嘅收編者，用樂觀嘅語氣令抗爭者喺錯誤嘅時機做出錯誤嘅決定。呢種輿論上嘅伏計係無形嘅赤服。最無恥嘅地方係，當預言破滅，佢可以毫無廉恥嘅更新邏輯，繼續喺海外享受紅利。佢仲可以繼續做節目，繼續講大話。而梁天琦、何桂蘭等人喺獄中堅持信念，兩者成長極端同可笑嘅諷刺，不離不棄不期待。呢句說話本來係抗爭者對政權嘅態度，但用喺蕭若元身上就變成佢對後果嘅態度。預言錯晒，冇所謂，更新版本繼續賣希望。呢種情緒收編係泛民陣營入面最荒謬嘅一環。第三部分，漢風最純粹嘅香港集中營掠奪者。
如果沈淑熙同蕭若元係賣靈魂同賣希望，項峰就係最安心、最直接嘅劣繳。佢被形容為泛民雙狗入邊最底層、最貪婪嘅買辦基因。項峰日仲做生意，賣糕餅蛋撻、韓式涼熟飯，表面係普通商人，但據批評者講，佢經營所謂香港集中營，將抗爭者同民眾嘅生命轉化成勞動力同利潤。呢個集中營唔係字面意思嘅監獄，而係一種商業模式，將政治動盪轉化成個人利益。佢唔需要包裝民主，直接動手圖文掠財，食他 call， 睇住婦女受難，仲可以快樂殘笑。呢種惡狠嘅坦蕩，比包裝過嘅知識分子更原始、更直接。佢代表咗泛民陣營入面唯利是圖嘅商家本質。當沈雪為賣靈魂，項鳳就負責接手港人嘅肉體。摩爾加重低音。第四部分，湯也華最偽善嘅變節者。湯也華係公民黨嘅敗類，泛民投誠學嘅巔峰。他曾經係立法會議員，後嚟推出公民黨，立場大轉彎，變成親建制方。最經典嘅係淚灑雪廠街嘅傳聞。坊間流傳，佢喺某次會議或記者會喊到好傷心，用眼淚包裝權力慾，用理性溝通掩蓋賣友求榮。之後佢好快揾到新工作，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，繼續做泛民嘅裝飾品，提供法理上嘅護盤。呢種變節係人格層次嘅可恥。佢唔係最惡毒，但係最偽善，用眼淚陪葬信念，廉價到令人作嘔。第五部分，張敬軒最意外嘅藝人最後一位。張敬軒係文化層次嘅可恥代表，一個曾經被視為有黃絲屬性嘅歌手，參與過星願雨傘、派油花，唱過相關歌曲，但最近佢突然政治整容，喺文匯報專訪入邊，為過去言行深刻反省同後悔，仲擔任港府正向引導計劃導師，帶領年輕人北上見證國家進步。佢嘅整容被抄為內心閹割嘅生理表現，佢唔再係人，而係娛樂政治響導符號，用溫柔個性同更新後嘅教練，將背叛變得最有審美價值。呢種文化至暗、最政治、最陰毒，數千抗爭者北上再教育營，佢就喺呢條罪惡鏈條入面最靚嘅為人。第六部分，使嘅可恥度最高，柯克金字塔。呢個柯克金字塔層次分明，最高層次沈雪輝同蕭若元係初選伏擊戰嘅造局者，利用知識同影響力切伏，引蛇出洞，令一整代泛民精英團滅。收過嘅係本土未來，毀掉嘅係信念。執行層次，項峰商假殺手，節職動手，圖文掠財，惡狠坦蕩。文化層次，張敬軒文化毒害，讓投誠變得流行，讓變節變得美觀。人格層次，湯家驊娛樂政治戲子，人類係最廉價嘅信念陪葬品。結論，全先修黨嘅歷史思檢，抗爭者講過不理、不罕、不期待，但呢班泛民敗類共同構成泛民禍港閉環。沈竹區、蕭若元負責石服團滅初選議事，湯家驊負責辯解護航，項峰負責圖文禍港，張敬軒負責粉飾太平。
當李家超準備過數俾泛民賬戶名單上面沈躍開嘅數據中心、蕭若元嘅燈神預言書、漢風嘅香港集中營、湯家驊嘅裏根同張敬軒嗰張人膠臉，呢場全線收黨唔單止係泛民玩完，而係依靠買油求馴、指鹿為馬、不義之財，為此買辦階層嘅終極結業。喺歷史長河入面，只有守志不渝嘅英烈黎智英、梁天琦、何桂蘭等人先至留下微光，而呢班泛民倒戈世界垃圾將永遠沉沒喺充滿罪惡嘅黑暗之中。最終裁定，半道泛民皆為賊，其罪各異，其始同源，全線收黨，泛民玩完。多謝大家收聽，今集到此為止。記住，歷史係最好嘅老師。屍檢完之後，希望大家唔好再中伏。下一集再見。